最虔诚的听众，牛早。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继续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已经甲咱各位解说甲正文第63页，解说甲正文第63页上解每一段，就是解说甲29会考大师。即马说的就是30净产大师，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应着弟子的要求，来说明7佛以及甲33祖。甲慧可大师是第29大祖，29大祖真的是将结识尊者算起啦。甲恁讲，若是约咱东土，就是讲约咱中国讲起来呢，慧可大师是属于第2大祖，所以就是第3集净产大师。净产大师到底伊是倒位的人？伊是姓啥物呢？在目前历史上呢，无法度好甲伊查考。不过呢，伊是得慧可大师的法来作为东土的第3祖。根据佛祖正宗导引内底记载，这位净产大师来见慧可大师的时，就对慧可大师讲弟子心田宿用，轻思忏悔。意思就是讲，我弟子身躯互宿世的这个灾殃甲填掉咧，也要来请师父呢，你会当好来互我来忏悔过去的罪业，宿世的这个灾殃也可以讲就是宿世有迄个罪啦，带迄个罪来希望要来忏悔罪业。迄当阵慧可大师就甲伊讲将罪来以你忏，讲你既然要来忏悔罪业你就将这个罪摕来将罪摕来，我就来甲你忏咯。呀，净产大师呢，伊伫遐想真久，你叫伊摕罪，我就去找咯。但是找来找去，讲灭罪了不可得。灭罪了不可得，意思就是讲找罪找无，到底这个罪是伫倒位啦？迄阵慧可大师就甲伊讲以你忏悔经，就是讲我已经来忏悔了。那这个慧可大师对净产大师的回答，就完全甲达摩祖师对慧可大师的回答同款。只是慧可大师迄当阵手将迄个刀甲扑掉，也心呢伫咧袂安，是要爱达摩祖师甲安心。现主时净产大师呢，就是讲伊业障深重，要爱慧可大师呢来甲伊忏悔罪业，也内面的开示内面的手法完全拢是共款。达摩祖师对慧可大师讲：“你要爱我，互你安心那你心摕来，我甲你安咯。”这个慧可大师对净产大师就讲：“你要爱我，甲你忏悔罪业，你罪业摕出来我甲你忏悔但是慧可大师互达摩祖师叫伊讲心摕出来，要甲伊安，伊赶紧去找因为心伫咧不安赶紧要将心甲伊摕出来要来互达摩祖师甲伊安心。但是找来找去，找心找无才甲达摩祖师讲找无心伊讲既然找无心，已经将心甲你安好慧可大师是叫净产大师讲：“你罪业摕来，我甲你忏但是这个净产大师找来找去，找无罪。既然找无罪，讲我罪甲你忏悔了既然罪都找无，要对谁有罪
安尼岂毋是将即个罪给忏悔了安尼？所以即个手法啦，完全拢是共款。对于即个罪，咱是毋是在咱的身躯上，有法度找出讲罪伫倒位啊？事实上，咱过去生中所做来罪业，咱现在是嘛毋知讲到底是做偌罪，有偌济罪业伫咧。在经典原来讲即个罪业啊，是无形无相的物件。假如讲罪业若是有形象，真即个虚空都地袂落，也就是即个意思。慧可大师伊来开示净忏大师了呢，搁再对交代，讲你啊，若是得法了呢，就爱踮在迄个深山。你呢毋通啊，即马就要去教化众生，因为啊，佛法啊会受到灾难。结果呢，佫无偌久啊，就是后周也淘汰这个佛法，后周的世宗啊淘汰佛法，所以净忏大师呢就踮在迄个山中，就毋敢出来外面，也就是讲在迄个时阵啊来维传迄个法脉。在咱中国有受到三不一宗之难迄当时阵，有真正这个宗派拢去受到影响，受到灾害。尤其是必须爱有经典资料的呀，经典烧了，也互相呢甲伊弄歹去。那唯有这个禅宗呢是不立文字教化别传，就是讲禅宗这是无依靠经典。那既然是无依靠经典呢，经典回收也无要紧啦。当时呢，伊毋是讲真正注重非要去拜迄个佛像不可。认为讲自性佛较要紧，所以佛像毁掉去无通拜嘛，无要紧咯。这就是禅宗的特色。也可以讲，在三不一宗之难会教难了，佛法会当好来流传啦。也靠禅宗的力量真大，因为禅宗这是得自于心啊，在心内物件，什么人都无法度甲破坏。这就是禅宗的好处。即摆咱刷咧来现过第64页，头一段就是31道信大师，就是讲第31组就是属于道信大师。这道信大师呢是用咱中国的祖师讲起来是属于第四代，禅宗的第四代。这个道信大师是属于基州的人，伊是属于司马氏。伊呢，在14岁迄个时阵就来亲近净忏大师。那亲近净忏大师迄当时阵呢，就要求净忏大师来甲伊开示着解脱的法门。迄当阵，净忏大师问伊啦，讲到底是啥物人绑你啊？你爱解脱，爱解脱一定是讲有束缚，有束缚掉咧，才要解脱咯。所以净忏大师问讲是啥物人绑你啊？迄当阵，道信大师讲无啊。净忏大师甲伊讲既然是无人甲你绑，你为什么都要见家来求解脱呢？为什么都要来求解脱要创啥？那既然无人绑你，都无需要求解脱啦。道信大师就安尼就来得到开悟。既然得到净忏大师的法了呢，就踮在迄个破头山就是在迄个所在用功修行也可以讲弘扬禅法来继承禅宗顿教的法门。刷咧就是第32弘忍大师。将介绍尊者算起来，第32代就是弘忍大师。但弘忍大师在咱中国的祖师呢，是属于第5代祖。弘忍大师是基州黄梅人，所以以后呢，伊就在迄个黄梅所在。
建立道场来弘扬禅法，伊是姓周啦。也拄着道信大师了，道信大师呢就将法来传开。根据佛祖正宗道影内底记载，弘忍大师本来呢是一个财商道者。这个财商道者就是讲是一个修道者，也是一个正情一个修道者。伊呢就托生在这个周氏之女，托生在周氏之女，就是讲一个姓周的迄个查某囡仔呢，伊去投胎。投胎事实上，这个查某囡仔也未嫁人，那为什么太有囡仔呢？伊的老爸老母非常的受气，尤其在迄当时阵是属于封建制度的时代。这个查某囡仔无出嫁，结果呢，佫有怀胎，佫会生囡仔出来，那这实在是在当中讲起来，这是不得了的代志。所以老爸老母就甲赶出去。这查某囡仔伊嘛是毋知影咧，为什么伊无代无志态会怀孕也有囡仔，伊嘛毋知影。但是叫老爸老母赶出去，无法度啊。那这个周氏之女呢，自然呢就将这个囡仔带咧，就一时个分啦，只要做去食。到大汉的时阵，就是讲这个囡仔大汉的时阵，人拢家叫做无姓儿，就是讲无姓的囝就对。有一边在路里拄着一个道信大师，这个道信大师就甲问啦，讲你是姓啥物啊？伊讲我姓是有啦，但是我这毋是普通的姓。奇怪，毋是普通的姓，是要啥物姓啊？道信大师佫问伊讲，若无咱是啥物姓啊？迄当阵，这个囡仔确实甲伊讲做是佛姓，就是讲我所姓这是属于佛姓。那道信大师佫问伊咯，讲你是无姓是毋是啊？迄个弘忍大师甲伊讲性空故无啊，讲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就无姓。迄当阵，这个道信大师呢，就讲这个囡仔伫咧讲话无简单啊，也可以讲就是一个有佛法sen根的人。因此呢，就对因老母讲你这个囡仔是毋是会使来互我来做我使者？甲讨这个囡仔来。也伊这个老母以为讲这是一种宿世缘啦，所以就做这个囡仔呢，互伊啦，互这个道信大师。那这个囡仔是啥物人呢？就是弘忍大师咯。弘忍大师即马互道信大师甲伊捡去了，伊就甲伊完整互伊出去修行，就教伊的禅法，然后呢就将这个依甲法来附会。伊结果呢就开创了禅宗的道场，以后佫再将这个依甲法来传互慧能祖师。这就是第32代弘忍大师。也可以讲，这个弘忍大师呢，伊有受一段灾难因为伊投胎在一个查某囡仔的腹肚底，也使因老母受灾难，伊本身当然受灾难。下面讲慧能是为33祖，这是慧能大师自己讲啦。讲我慧能呢是第33代祖。第33代祖，就是对于介绍尊者遐算来，因若是对中国达摩祖师为初祖来讲慧能大师呢是属于第6代。第1代是达摩祖师，第2就是慧可大师，第3净灿大师，第4道信大师，第5弘忍大师，第6就是慧能大师。将这个六祖了后得法的人真正济，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以后的南岳啦、清源啦、法海、显彻、新会等等拢是依照迄个次序也来分宗派。自迄阵了呢，就无搁再称为第几代祖了。迄边讲，中上之祖各有宾姓。
拟定向后替代流传，不能怪我。讲将上面所讲的这个著作，就是讲对结社尊者开始啊，这个祖师各有宾信。讲各国呢，拢有宾受，拢有继承。这个宾信的意思就是讲，拢是由前代祖师将法来传开。在咱佛门中传法最完整的，就是属于禅宗。因为禅宗呢，必须师徒呢爱直接传，就是讲做徒弟人伊来亲近师长。不断磨练中，这个师长认为讲，伊是一个法器，会当好将法来附和的，安尼呢才有将法传开，一定是亲传。而且呢，一定要有甲相当的程度才传开。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嘛咧讲咯，有道者得，无心者通。方隐大师却是讲能者得意。就是讲，伊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就将这个法得起来。所以禅宗的传承可以讲是最严密。到现在是禅宗是对对传落来属于第几代，这一点仔都袂当互伊查错。下面讲拟定向后，就是讲恁大家以后，这个向后就是以后的意思，就是讲以后呢。必须爱替代相传，这个替代相传就是讲一代一代替代流传，就是讲一代一代安尼甲流传落去，唔通啦去断绝去。讲不能怪我讲唔通呢，可以怪我。这个怪就是违背意思，这个我就是错误，就是讲必须依照禅宗的法安尼甲传落去，绝对呢。唔通去传唔对的，唔通去掺一寡不正经的思想，这是不可以。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人家弟子的交代。即马讲到这个所在呢，就是说明过去的7佛以及33祖。下面另外一段呢，就是慧能大师在新州国因寺的最后的说法。也可以讲，就是属于六祖的遗教。即马先来念正文。大师先天二年，癸天岁8月3日，是年12月解元开元。以国因寺在北为主道中院，拟定国义为主，5义拟别，法海别言。互相留好教法，令后代未人得见佛性。书曰：拟定提听，后代未人若失众生，即是佛性；若不失众生，万劫灭佛难逢。我今教你失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失众生，只为众生未佛，非是佛未众生。自性作我，众生是佛；自性作未，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自性涉险，佛是众生。拟定深入险曲，即佛在众生中，一念平得。即是众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拟定自心是佛，经无恶义，外不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成万种法，故经营心性种种法性，心灭种种法灭。这段就是慧能大师在国因寺最后的说法。大师就是第一六祖慧能大师
讲在先天二年，也用价值讲起来是属于贵天岁。先天即是当朝玄奘大师的年号，在玄奘大师先天2年，也就是贵天年。在贵天年的8月初3，这就是寄出了做慧能大师在国因时对因讲经说法的日子啦。伊面一个决号的注解就是讲4年12月改元开元，讲在迄年的12月就将纪元呢来改为开元，就是讲将伊迄个年代年号呢给改了，改为开元。讲在8月3日呢，伊国因是在北为主道场院。讲在这个国因时来食斋去了，就对这个道场就安尼讲啦。讲年顶国以为主，5以年别。伊食饱了，对这道场讲：恁大家各国咧，依照次序去做。依为做就是讲依照恁个人的位置去做去坐。咱讲做依照个人位置去坐呢，咱必须了解佛法。虽然是讲平等，但是理是平等事是差别。咱样讲法呢？每一个人拢有佛性，当然。所有学佛修行，无论是祖师，无论是上中下座，每一个人拢有佛性。要佛性讲起来平等就是无对。但在这个团体生活中呢，原来是有分为成受界、后受界。这个成受界呢，就在先做后受界在后做。也就是讲，对这个出家受戒的年限我会去伊分迄个上下之别。因此呢，个人的座位是袂使去混乱。理呢是平等，事是差别，安尼才是一种事理的原用。假如讲以为都一切平等安尼变成讲无大无小，安尼呢又破坏了思想这方面啦。慧能大师就讲：恁大家依照恁的座位坐落，5以年别。讲我呢，就是要来甲恁来离开啦。这个别就是分别的意思。法海别言迄当时阵，因为慧能大师甲伊讲：恁坐好，我要甲你讲话，要甲恁离别啦。也伫个身躯边的这个法海，就是伊弟子咯。就向六祖呢开这个请示这个别就是辨别，就是请示的意思。讲和尚如何教法令后代未人得见佛性。讲你和尚，你是要留什么款的教法？留什么教就是讲留什么款的道理，留什么款的言教，以什么款的方法。会当使后代的迷人来得见佛性，使这个后代迷惑的众生会当来见到佛性。用禅宗讲起来，会当面见佛性，这是最重要。但是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才会当来面见佛性呢？这是法海禅师有需要向祖师问的，因为这是在禅宗中讲起来，可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所以，这2句话也等于讲，要爱迷惑的众生来见佛性，是用什么款的方法来教才对呢？希望祖师对这方面的道理有所开示。最恳切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